再来看，根据动保团体统计，目前咱国内的水族馆各有2间有海猪的表演。动保团体是要求总统候选人应该得爱表态，嘛要求海委会以动保法来要求业者禁止海猪表演。豚自由，天会国际让海豚自由。伫总统府头前大声喊口号，放解救伫水族馆内表演的海猪。动保团体指出，海猪仔饲伫水族馆伤过矮，无法度展现自然的撇性。另外，业者阁会以教育的名义爱海猪仔做表演，致使海猪仔会出现异常行为。表演的时候，他们通常都会让那个海豚，到岸上，然后有可能可以展示他们的鳍。那他们包装的方式就是说，他们会告诉民众，其实他们的部位个别的部位是在哪里。可是事实上呢，所有的海豚他们是非常害怕，就是靠近岸边的。但是我们每天可以看到说，一天不只是1场，而是2场或者是3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海豚表演。动保团体统计，目前台湾水族馆有咧做海猪表演的，北部、东部拢有1间。动保团体讲，目前已经有侪国家禁止饲海猪，但是目前台湾的海保署却无愿意以动保法限制业者禁止海猪表演，因呼吁3方总统候选人爱对此表明立场。全世界已经有10多个国家正视此问题，并且全面禁止圈养鲸豚。然而，中国与世界趋势逆风而行，不断扩张海豚或者是其他水族馆的产业。如果台湾不加紧脚步跟上国际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就此淘汰海豚表演互动，在不久的将来恐怕难逃国际批判。海委会海保署回应，目前野生动物保育法针对保育类的海洋野生动物表演，并无明确文字限制。未来会参农业部共同推动野保法修法，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。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。